湾东南边的海面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未来刷西平了后，会转北平往琉球附近的海面来刷动。气象局讲，上紧明仔载就会将做今年第12号的风台梅花。未来一礼拜天气也是无稳定，大家上关心的是，是毋是会去影响到中秋看月亮呢？气象局讲，东半部的云会卡较高，看到月亮的机会较低。北部云嘛会增加，都要看运气。若中南部甲外岛看月亮的条件就加真好咯。东北角海影有够大，伫海边的民众惊一条。虽然风台离开无偌久，台湾东南边海面又搁形成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未来往西边了会转北平，往琉球附近海面刷震动。今年第12号风台梅花，这2天可能会形成。形成这个热带性低气压，未来热带性低气压会朝着琉球海面以及台湾东部海面这边缓慢的行进，那速度不会太快，主要是导引气流是比较弱的一个情况。预计大概礼拜天到下礼拜一的话，可能到琉球海面这边附近。今日受到微弱东北风的影响，各地区有局部雷阵雨，南部甲中部花莲台东山区会落大雨。拜四到拜六是一分到好天，南部东半部是有零散啊雨。过到中南部有局部的雷雨，民众烦恼的是中秋敢看到月亮。大家在赏月的时候，可能北台湾这边的话，如果受到它的一些东北风的影响，可能云量就会增加，会有些下雨的情况。所以其实整个在中秋赏月的时候，其实东半部这边的话云量多一点，是赏月的情况是机会是比较低一点的。然后北部这边就要碰碰运气了。中南部这边呢，其实的条件是比较好一些，包含离岛的话，其实条件都相当的一个好。天气的状况爱搁看卖，看这个办事想要度过一个快乐的中秋，好好啊赏月，嘛都爱看天公伯的意思。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